大新聞，中國最偉大嘅物理學家之一楊振寧先生喺北京逝世，享年103歲。可能好多我哋平凡人對楊先生嘅認識呢，就係喺20年前啊，佢嗰樁老夫少妻嘅事。當時83歲嘅楊振寧先生呢，係迎娶咗28歲嘅翁帆啊，兩個人之間爭50幾年啊。嗱，如果用蘇東坡嘅詩呢嚟形容呢，就叫做18新娘70郎啊，蒼蒼白髮對紅妝。鴛鴦婢女成雙夜，一樹梨花壓海棠。翁帆呢，其實係廣東女仔嚟㗎，佢係潮州人，喺94年呢，喺汕頭大學讀英文。點知啱好嗰一年啊，楊振寧同太太杜志禮去汕頭大學嗰度開講座，就識咗翁帆。點知過咗10年之後，2004年呢，楊振寧嘅太太杜志禮呢，佢就過咗身。之後呢，楊振寧同翁帆又再次聯繫返。兩個人行得越嚟越埋啊！終於喺05年呢，佢兩個就拉埋天窗。杜志禮女士可謂係將門婦女啊！佢父親就係赫赫有名嘅抗日愛國將領杜聿明。有人話楊振寧之所以會揾翁帆，係因為翁帆同杜志禮兩個人嘅樣十足十啊！你睇下似唔似？楊振寧1922年喺安徽合肥出世，16歲讀西南聯大，20歲喺清華讀碩士，26歲喺美國讀博士啊！嗱，佢喺物理學界嘅成就呢，不低於愛因斯坦。佢提出咗一個觀點啊，就係話當人喺照鏡嗰陣呢，鏡入邊嘅你同真實世界嘅你唔係完全一樣噶。嗱，呢個觀點提出咧震動世界，愛因斯坦就話冇可能。點知過咗5年之後呢，被證實佢嘅觀點係啱嘅。呢個就係著名嘅宇稱不守恒定律。楊振寧同埋李政道憑住呢個觀點獲得咗1957年嘅諾貝爾物理學獎，都係第一個獲獎嘅華人嚟㗎。世界最權威嘅科學雜誌《自然》評選人類有史以嚟最偉大嘅20位科學家，楊振寧就在列。佢亦都係被譽為愛因斯坦過身之後最偉大嘅在世嘅科學家。楊振寧為我哋國家做咗乜嘢貢獻呢？其實好曲折嘅。喺60年代，楊振寧加入咗美國國籍，當時好多人鬧佢反骨，但係楊振寧一粒聲都冇出，默默耷低頭做嘢。直到幾廿年之後啊，錢學森先至為佢證明話，當時國家認為楊振寧喺外國比喺國內啊，可以為國家做更大嘅貢獻。楊振寧喺國外嗰陣呢，不斷咁幫助中國科學家成長，默默中為中國科學嘅前進同埋進步作出咗好大嘅貢獻。直到2017年啊，楊振寧終於可以做翻一個堂堂正正嘅中國人，佢改回咗中國國籍，翻咗嚟中國居住。佢捐出咗幾百萬嘅美金，甚至仲賣埋自己喺美國嘅屋，就為咗喺中國可以培養更多年輕嘅科學家。喺佢過身之前啊，都仲喺清華大學嗰度揸住支粉筆喺度教書啊！咁樣嘅科學家，你點可以唔為佢點讚呢？嗱，再補充多個知識點，你知唔知東莞理工學院嘅名譽校長就係楊振寧先生啊？